你有冇發現喺市場上面做平安紙嘅收費可以差好遠嘅？有啲咧就會收3000幾蚊，有啲係千零蚊，有啲甚至係唔使錢嘅。到底個分別喺邊度呢？作為一個專業嘅遺產規劃師，我哋周不時都會陪同客戶去唔同嘅地方做平安紙。我哋見過一啲收費比較平嘅地方啦，佢哋會採用一個 template 嘅模式，看似好方便，但係可能有時仲衰過唔做。曾經遇過一個咁樣嘅 case， 我哋陪同一位客戶去做平安紙，佢哋咧就問咗一個咁樣嘅問題：如果佢同佢先生同一時間意外唔喺度嘅時候，到底佢哋嘅遺產會點樣分配呢？佢哋得到嘅答案咧就係話唔使做得咁複雜㗎，只要將你哋嘅遺產平均分，然後咧分俾兩家人就可以啦。我聽完之後當場呆咗，一家人分遺產都會有爭執啦，何況兩家人？如果我哋去一啲比較價錢高少少嘅地方去做啦，可能處理嘅方法就會完全唔同啦。佢哋真係會有專人1對1同你填好表格，tailor-made一個方案俾你，真正咧令到嗰個平安紙能夠切合你嘅需要嘅。咁到時咧平安紙就會真正幫到手，唔會添煩添亂㗎啦。做平安紙咧，千祈唔好只求有個交代，要認認真真咁去做。如果你同你嘅屋企人想做平安紙嘅話咧，隨時 DM 我哋話你知點做先係最安心。